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16章。我对恁推荐咱的姊妹菲比，伊是建吉利教会的执事，请恁因为主的缘故，照信徒的本分，甲伊接待。伊有甚物需要，请恁甲伊帮赞。伊一直热心帮赞真侪人，包含我本身。请替我甲毕基拉甲阿古拉请安，因甲我是伫基督耶稣内面的同工。因捌为着我冒性命的危险，毋但我，连所有外邦的教会嘛拢要甲因感谢，嘛甲伫因兜底聚会的教会请安。请替我请安我所听的以拜尼土，伊是亚细亚头一个归信基督的人，嘛请安为着恁受真侪劳苦的玛利亚，搁甲我的亲族，甲我做伙关家的安德尼古甲尤尼亚请安。因伫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人，比我较大声归信基督。请替我请安主内我所听的安伯利，请安伫基督内面的同工尼巴鲁，甲我所听的士大古，请安伫基督经过考验的阿比利，甲阿里多布家内的人请安，甲我的亲族希罗天请安，甲那基素家内信主的人请安。请替我请安为着主受真侪劳苦的土菲那甲土富萨，甲所听的比色请安。伊捌为着主劳苦工作。请安伫主受竞选的老夫甲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嘛是我的老母。甲阿顺基土、弗力干、希米、巴罗巴、希玛以及甲因做伙的兄弟姊妹请安。甲费罗罗古、甲尤利亚、尼利亚甲伊的姊妹，甲奥林巴以及甲因做伙的正信徒请安。恁着亲切互相请安，基督的正教会拢甲恁请安。兄弟姊妹，我苦劝恁，着小心提防遐个制造分裂，互恁犯罪，违背恁所领受的教示遐个人。因为即款人毋是做仆人伫服侍咱的主基督，是咧顾家己的腹肚，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的心。因为恁的顺服，众人已经拢知，所以我为着恁欢喜。我爱恁对好事着巧，对歹事着戆。赐平安的上帝真紧就会将撒旦打碎，互伊屈服伫恁骹下。愿咱的主耶稣的恩惠甲恁同在。我的同工提摩太以及我的亲族路求、耶孙、索西巴德甲恁请安。我得提就是即张批的代笔人，伫主内甲恁请安。接待我甲全教会的加油甲恁请安。即个城的过继长以拉多甲咱的兄弟国土嘛甲恁请安。话草本有24节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甲恁大家同在。阿们。愿荣光归乎上帝，伊会照我所传的福音，就是所宣扬的耶稣基督来坚固恁的信心。这个福音是万古以来所蕴捌的奥妙，但已经照应我上帝的命令，通过正先知一切显明出来，要互万民知，通信来顺叹。愿荣光通过耶稣基督归伫独一全智的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